家平安。上帝听我，我也听你，来对我讲一摆。上帝听我也听你。上帝是一支的，我是一支的，所以上帝听我是边安尼，真拍拼。对边仔一个人来讲，我也听你讲得好。上帝听我，上帝听我，我也听你。今日上帝若无听我，叫我听你，足困难，足困难。一个人若无得到上帝听，伊唔知影怎样听人。所以，咱伫咱的生活中间看到足侪人讲互相相听，你唔通用听伊，伊拢有目的、有条件。你若无安怎，我就无爱甲你安怎；你着安怎，我才甲你安怎。这种一般的人，所以唔捌上帝的人，伊讲会听人，伊是讲白菜。今日我有欢喜的心来到咱万民，咱的教会。我嘛唔知影到底阮阿牧师是看到我倒一搭，我嘛唔知影到底咱的教会伫倒落。我就甲讲好，我要来。我讲着万民的时，我就想到万民下骹一定要斗一个字，什么字你知无？唔知？好，安尼我今仔甲你讲，万民下骹一定是该祭司。讲着万民的时，一定是大家人拢做祭司。所以我含拄仔来到教会时，阿牧师甲我介绍，这有了这接受这叫无一个标准度，所以拢都祭司。哦，安尼有真正万民该祭司。所以当讲到万民的时，就讲万邦万族。万国，这拢总是以上帝内面的为主，所以全宇宙拢来归耶稣，这就是咱的目标。啊，无咱就安怎做万民？万民该祭司对大人拢做工。咱的教会已经20档，20档对一个教会来讲，也是对一个人来讲，一个囡仔上歹饲是。即个2、3岁、4、5岁，若饲了有用，过7、8岁，伊就较老啊，伊就家己食，家己读书，家己会用。到伫即个13、14岁，伊国中开始，伊就开始我爱插你的，伊就开始想无共款。啊，这若管会好，到高一以后，你就免烦恼啊。所以我常常咧甲我的兄弟姊妹、兄弟即个会友讲，囡仔若要教是伫高一下面下。这个少年的时，一定要教好。你若教无好，搁过要教真困难，因为伊唔听你话，唔是安尼尔，伊你甲讲啥伊拢听无。所以咱教会囡仔上重要就是对出世到伫差不多高一、高二以前，一定爱下足大决心，家教育好势。那教育好以后就绝对无问题。讲到这个时，咱会当发现到，咱20年是算上界永壮的时啊。20年，若往人来讲，查甫爱咋做兵啊？阮少年的时，20岁的时，若无做兵是用笑，你知唔知？即摆足侪人无爱做兵，拢讲啊，我做替代役的，我就无爱做兵，拢无要紧。阮古早你问阿牧师。阮古早若是20岁无去做兵，除了你做读大学，还佫有真同款。你若无做兵，我跟你讲，伊娶无某，因为人拢无爱嫁无做兵的查甫的。是安怎讲？你知无？啊？毋啥物无大汉，伊足大汉，伊就是身躯无及格啦。伊若毋是躯骹半寿的，就是心内无健全，啊无就是心脏有人有病，啊无就身体有故障，迄就对啦。所以。当时讲一句话，好男要当兵，好铁才能打钉。意思是讲啥？20岁开始，你爱勇壮，你若无勇壮，你就不出人啊外。
你连做兵都无机会，人就歹嫁你啊。所以当时若咧讲亲情，讲这查甫的有做兵无？讲含做兵有啥物关系？当然嘛有关系，做兵就表示用的啊，会生就对啦。伊若是无做兵的，就是南美你听无？无好的啊。哦，所以阮咧迄阿毛顺就嫁一个有做兵的，你做啥物的？阿毛顺做啥兵？庄稼，你看嘛，庄稼用的就是，所以生囝拢用的。感谢主，人我嘛做空军的。哦，啊，所以伫这个中间，咱当看见20岁上用咱万民20岁，啊，咱用伫倒？大家人拢做董事，大家人拢爱做工。我看见下早来是，我发现到大家人拢有真正的热情，虽然毋是真个人，毋过我发现到，咱的教会对你开始，拢要希望上帝福音。咱要伫上帝面前来学习这个关系，所以下早起我有一个题目，叫做更新甲意义啊，更新甲意义。你知影什么叫做更新？更新是啥物？就是一间厝啊，咱换新一间厝，那住到10外年，啊，住到拢旧啊，哎，啊叫我重新做作一个，价值就无共啊，知无？价值，所以你若住旧厝，住超10年过，拜托诶，你若搁住咧，无趣味啊，人不爱买你这个厝，你搁住也是了然，没有什么心事，无新的事。你搁住无啥物趣味，所以你应该住10年的厝，你也小可装潢一下，做作一下。很多来信阿牧师甲我讲伊来进前，即个刚来后壁一个冷气吹啊，头壳吹甲讲，安尼讲安尼，互伊安真艰苦，啊刚来安怎，伊来开始就改变了，16年就有换新啊啦吼，16年就小可改一下，咱20年咱嘛爱是，所以一个厝也共款，人嘛共款。人，你伫你信耶稣开始到就今仔日，你嘛小可换新一个，更新一个。所以罗马人书12章第1节、第2节讲，人若踮于基督，就新创造的，有代志要过去，一切拢变成真的。毋但安尼，搁一项就是你要知影什么是主善良美好之意，知影上帝之意。你当伫上帝面前来换新啊，知影是啥物上帝要叫你行头前的路。这上重要。倒过来是什么叫医治？什么人需要医治？健康的人欠用医生吗？无需要。什么人需要医生？破病人。牧师，我伫病院已经第19年，我看来病院的人，大家人拢是破病，毋是，唔係。阮病院毋是破病人才来。若要讲破病人，我逐工拢去病院，我敢有破病无啦？去病院。是需要得到医治。毋过，阮病院内底伫5楼、6楼是要来生囝的，生了欢喜倒去，讲感谢上帝，感谢迄个医生，互伊得到孙得到囝，欢喜甲袂讲着。虽然讲来病院，逐个拢讲哀愁，拢安尼烦恼的，无啦，阮病嘛好的，医治了嘛好的，嘛是欢喜快乐的，嘛有啊，毋是无。所以吼，什么人需要医治？艰苦的人。破病的人，咱需要医治。若无医治，你一直来一直死。所以咱若破病，圣经讲啥？讲咱着用信心安怎三甲做伙祈祷，互咱来得到医好。毋通安尼，圣经讲啥？伊若犯罪，也要得到赦免。哦，得到赦免，得到医好，这是人上重要。所以我用更新甲医治来讲。讲人上大3个基本的，你毋知影？我特别写出来，我本来是要甲伊按起来，互你摇啦。毋过我跟你讲，足侪人活到即马，你甲问讲，一个人基本的条件是伊袂晓答的。我若无用这出来，我答问恁吼，恁可能有法考到。足侪人毋知影，人着爱有什么种条件？有一个查某囡仔生得真水，毋过伊生活真困难。伊到尾也去找医生，讲医生啊，我足艰苦的，你甲我看我有啥物病？医生讲好，就来开始甲伊看，讲好来，
来，你来验花，叫个光做超音波拢做做。后礼拜我一定甲你讲，你什么种病？哦，我知你困袂去，食袂落，生活艰苦，你人生感觉无啥圆满。后礼拜来，这个医生含这个患者，一个看 IC， 这个患者面忧交加，问这个医生讲：医生啊，到底我患什么病？医生甲伊看伊的报告，甲伊的回看看了后，佮我讲：你无病咧？讲骗我。我无病，我食袂落，我困袂好，我生活乱糟糟，我感觉满天钻金条，马衫无半条。医生，我到底患什么病？医生讲，我话你讲，你都无病。啊，医生，我知影，我一定着癌症，你唔敢甲我讲哦。来，请问，这个人患什么种病？啊？哦，你拢会当做医生啊？伊患心病，伊肉体无病，毋过伊心有病，伊灵有病。啊，这爱找对一科？啊？感谢主，好来，我跟你讲，人三个基本的，就是啥？就是灵啊，心啊，心灵，啊，人讲灵魂体，哦，这三项是同款的，有当时字眼无同款，哦，灵魂体甲心灵，这是人基本的三项。有当时人伫身躯肉体，即个身躯啦，身体哦，身躯破病爱找医生，身躯破病，亲像感冒啦、皮肤啦，还是骨头痛啦、手断去啦，这种找医生，哦，找医生。啊，人的灵魂若唔对咧，若破病找啥？无怪你拢袂好，你都唔知要找对一个医生。后来，心内面有毛病，找我的精神科，我有心理协谈师，找我的协谈中心，我有人甲你教，人安怎活，活了好安怎好势。有人伊生啊一年头交无女朋友，有的人伊足有钱，毋过伊毋知影钱要哪用，这拢总有问题。无你遐年头，咱找无某，咱别人比你较了然的，咱都有都带，你拢带无，表示你有啥问题，那正常应该都拢按照正常安尼。较含慢嘛带一个，你含慢的带一个含慢的，人嘛要爱你，对不对？像阿牧师，伊就带一个牧师，遮水的，安尼就合，你若带一个歹，伊就袂合，所以心有毛问题来找这协谈，来灵啦问题咧，这个灵啦有问题找啥？莫怪你拢有问题，你得爱通过牧师来找到上帝，所以你知影。足侪病内底无牧师，因甲咧医啥？伊身躯尔啦，上侪是依靠你的心内面的心理问题。你的灵若出问题，找什么人？找牧师，找上帝。加在阮病院有牧师，阮病院牧师拢总有11个，佫有28个关怀师。牧师做院已经真久啊，第19年啊。牧师牧会16年，换3间教会。来病院已经19年，所以我的资历比牧师较资深师啊。毋过我甲你讲，伫人生活的中间，人心灵拢会破病，心灵破病，拢不要找到真好医生来甲治医治。所以人常常拢艰苦破病，拢总生活拢真艰苦。这种艰苦的人，伫上帝面前，无论信仰苦偌久，伊拢想要得到医好，毋过拢真困难。人一定爱伫心灵三大部分拢爱健康，但是完全健全的人，你若一方面无好势，拢会真艰苦，拢会，互你食袂落，困袂好，含人咧做代志的时做袂爽快。你无法度通用长处，你嘛无法度伫迄个中间讲信仰所话好。
告诉你若讲要人传耶稣，啊，你家生活乱糟糟，你的家庭4分5咧，你甲讲来信耶稣，信耶稣偌好咧，你想，伊若知影你的家庭4分5咧，啊，你会叫安怎？你会哪？伊敢要信？绝对唔嘛。所以你若摇头甲面讲讲，信耶稣会喜乐，我你讲，啥要相信你？主席公德会干那一句，甘心下，就会当互足侪人钱价赚，紧乐，你敢知？全台湾1个月，全台湾的人民1个月通过一个组头收40个，一个组头收40个，1个月收到要到3亿5，要4亿，主迄叫做规定奉献啊！因拢是说就了啊，你做善事啦，你著。300、500、1000、5000拢无要紧，啊好啦，我著有啦，啊著300、500，好啦，啊以后你著调卡，一个人负责40个，安尼收，全台湾1个月伊有3亿5到4亿的收入，伊摆无法度人去啥物无法，全世界对答有困难伊著去啊，啊你咱教会有法度安尼无啊？伊干那一句感恩下，伊著有法度互你钱起赚，啊恁教会拍啥？感谢主，敢若顾家己啊，敢有咧顾别人。咱万能教会，咱需要咱伫咱生活中间，咱拢安怎？咱拢爱有真好、诚心的生活。来，活伫咱人生的中间，咱感叹人生的空虚，因为咱伫心、心、灵3部分中间，拢总有欠缺。这个欠缺是会当互咱看到传道书所讲的。这个传道书所讲的啥？讲伫天顶地啊，逐个人拢伫遐拍拼认真，毋久拢感觉连啥意义拢无，所以咱会当发现到，咱应该伫生活中间知影，咱是愚妄的，还是聪明的？咱是聪明的，还是愚妄的？有人抓准有真有理，但是对头到尾拢是空。所以有足侪人讲伫日光下面。拢是虚空，所以咯，非常的失望，对安尼非常的失望。所以咱才看见人伫生活中间认真拍拼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你若问人讲，啊，你是安怎喊拍拼？伊安怎安尼回答？你知无？来，我问一下，我问我这上水的妹妹，嘿妹妹，你喊你拍拼，你为什么？你晓答哦？来，我问一个帅哥，我问上后壁。后壁迄个即摆吼，迄个兄弟帅哥来，你讲，来，请你甲我讲者，你遐尼拍拼，你为什么？卖红尔，你爱甲我回答。请你甲我回答者，你遐尼拍拼，你到底为什么？不要答，来，我问一个会晓答的。来，我问我中即个做中级的啊。为着生活。为着生活。为着生活，为着生活，为着身体健康。啊，你拍拼啊，即马你生活健康吗？啊，你身体健康吗？生活好势吗？无同，感谢主。我问个问题是，逐个人拢爱想，但是逐个人拢无啥爱想，想到时就无爱来爱想，这拢真重要。是安怎真重要？逐个拍拼是为什么？伊一定甲你讲，啊，为着目肚。为着顾三顿，为着某囝，为着翁婿，嘛，即摆最近是搁流行的讲为着这孙啊，我们2个老免咱拍拼。你知无？即摆新流行的啥？2个老已经退休啊，已经会使享福啊，毋过嘛是爱顾孙。我是为着这孙啊，我这2个老啊，搁伫遮咧抱孙，咧搭孙去散步。无人，阮2个老会当来出国游，人佚佗欢喜偌欢喜，啊无即摆为孙了，所以啊足艰苦，会叫为孙的无？有啦。所以你的困难，你的拍拼，到底为什么？你知无？你若毋知，你的艰苦，你的拍拼，拢是空。所以换做讲，你今仔日来到上帝面前，来到教会，到底你是为什么？你知无？来，你讲的，我伫顶头来，你讲看卖，你来教会是为什么？为着甘美上帝遐，啊，就爱拍拼来教会吗？
我甲你讲，唔免来教会嘛，去上帝遐呢。啊，对，事实是安尼。咱来看，你来遮是要为什么？来教会是为什么？要上帝遐吗？唔是，是要什么 ？OK， 来讲较简单。咱逐礼拜来教会，是要互咱内心充足，互咱的心灵得到健康，互咱有当老中来跑走的困难。咱每一个人拢需要甲上帝同工，咱每一个人拢需要伫上帝面前来拍拼。所以人生的空虚，是因为你的生命内面无新的灵，所以你才无爱来教会。所以你唱圣歌，你若无唱出迄个灵歌的滋味。你若遍伫生活中间，你含人来做礼拜，做10遍的，你伫上帝面前听上帝话，你毋捌对上帝话听到样呢啊，遮尔好。亲像人啊，请你食饭，你食饭食好食，你嘛讲好，已经好食。迄绝对我若说想到足爱好食。你有法度来教会礼拜一遍，我礼拜拢爱来礼拜，因为上帝话真好，所以你会当有法度有新的灵帮助你无？来，我伫遮特别讲人生的讲是啥？生命无新的灵。所以第一项是啥物？心内有病啦，这个病啦会互你感觉生活无滋味，这个病会互你感觉食三顿虾米嘛如此，无啥物好食。你会感觉我逐天嘛有困，是安怎精神袂好？我逐天拢安尼好势，是安怎我拢提不起劲，我拢生活真困难。满天钻金条，买衫无半条，是安怎？坐咧佫爬起来，头到阿某用，是安怎人别人行路安尼散步真爽快，我连行2步我就感觉非常艰苦，是安怎太安？因为你会发现到。真困难，就是我有艰苦，所以特别我伫病内底有足侪人啥，身躯有病，医生讲，你袂使食哦，你若食落会艰苦哦，所以唔敢食。嘛有真侪人啥，医生啊拜托啊，互我食一个水，互我食一个，我枵到要死。有人是袂使食呢，伊是有物件袂使食呢，有物件袂使食，甲。干啥？是，对啊，无物件食，对一人较可怜。有物件食袂到较可怜啦。哎哟，你看，伫咱生活中间，偌济人有物件袂使食。即摆好嘢人食简单的啦，好嘢人食啥？你知无？下番薯菜啦。阮古早叫番薯菜，即摆大较好听，歹势讲番薯菜。阮古早叫地菜，番薯菜就是地瓜叶。即摆好人食啥？食番薯菜以外，佫食啥？番薯麻？毋是啊，即摆好人食啥？食水尔啦，食水就好啊啦，因为伤大苦啦，拢食水就好啦。伫咱的生活中间，你也看好嘢人，伊有真侪3点虾米，拢唔敢食。伊毋是无爱食，伊是唔敢食。伊毋是食袂落，伊惊食的身躯会歹。其实我讲基督徒，感谢了后，逐项拢通食，你唔通拢唔敢食，唔敢食就落是你家己。你祈祷了后，逐项拢通食，因为上帝要互你大苦，要互你瘦，要互你勇，要互你无勇，拢是上帝。你来照顾家己，用信心来生活。所以有人目睭金金人上中，是安怎？无滋味嘛！活得真艰苦，人生活不如死。这种的真多啦，你也行出去外口啦，你也看到咱的厝边隔壁多一个活真好的，多一个会感觉伊真好。我今日要教咱一个撇步，你若是基督徒，你来甲别人讲，今仔日因我信耶稣，所以我活得真好。你爱伫你生活中间，你爱真正甲上帝讲，上帝，因为你，我活得真好。你甲你隔壁讲，祝你活得真好。来，有人无甲阮的兄弟，阮的兄弟带来尔，无人要甲伊讲，祝你活得真好，毋是干那嘴讲讲的，请你会记哩。
伫咱人生中间，你一定爱知影，你心内面若无神的事，若无神的灵，你看，你心内面若无神的灵，你绝对无法度活得真欢喜，活得真好去。所以教会若是啥？教会若无神的事，服侍就无力，就无喜乐，也是幸福。你有感觉讲来教会足欢喜无？感谢主，甲你保佑。阮细汉的时，阮足爱去教会。啥物阮足爱去教会？因为去教会有欢喜的事，教会去到地有欢喜的事，定等阮。哦，无论是含些人踮遐唱歌也好，无论是伫遐安尼讨论也好，哦，足爱去教会。啊，大家往了后，就大家拢去你食伊遐边，哦，偌欢喜的，因为来教会有喜乐的心。是呢，因为安怎？教会不管是有神的事，咱教会需要咱每一个人伫咱生活中间有神的灵，哇！所以教会若无发生神的事，咱的教会都袂复兴。咱教会20年，咱有法度当伫4楼换咧1楼无？你毋通换咧地下室啦。咱来有期盼，互咱的教会要过来10年有新的事发生。互咱每一个人拢知影，咱20年来安尼辛辛苦苦来到4楼顶，咱敢无想讲，咱的4楼顶有人会来无？有人会想爱来无？恁爱来嘛是恁这几个尔，敢有别人？有啦，有人搬来，含拄啊牧师甲讲，有人搬来看到万民教会欢喜入来。迄就是伊的信心袂歹，伊才会入来。伊若毋捌信仰所有人，伊敢会入来嘛袂啊？所以你爱想看卖，过20年了后，咱的教会变做啥物教会？若庆祝40年时，你就想着规模出来我哈。迄当时都毋是第4楼哦。哦，咱还有新的事，然后咱的教会要复兴，心灵换心来得到伊治，咱才有真正的使命意义。咱信仰所信就好啦。若无，咱信仰所愿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咱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，咱也活了真好。活了真好，毋是你有钱无钱，绝对毋是。上帝无用钱来决定你好毋好，对不对？对嘛？所以你毋通干那用钱来看，你得爱用上帝看，用上帝看，你才平安，才喜乐。我看到人无钱的人，两个人讲我手牵的，行路无欢喜的，你毋知？来就趁钱，无趁钱。人一天两个人开300块，就解决啦。人欢喜到袂固定。恁遮好野人，山珍海味食袂落，也毋捌含恁某做伙牵的散步，伊无闲到要死。咱要互伊牵，伊也无爱甲恁牵，有够可怜。安尼才会欢喜会快乐，所以咱一定爱需要做一个伫咱生活有路用的人。我提倡即个讲，叫啥物叫有路用的人？你知影一个可用使用期的观念。我教书做一个基督徒，我对细汉到即摆信耶稣，我即摆信20年，信30年，我即个基督徒是毋是过期？会过期袂？袂哦，我讲会过期啦。有足侪当时信心真勇，2年了后、3年了后，全无去信教会，无去信耶稣的一大堆。是安怎？你的生命过期啦！我都提出这个是安怎？因为当你伫你的生活中间，你会发现到，你做一个基督徒，做一个无路用的基督徒，你做一个人嘛无路用。无路用的人是安怎？我看到笨手。无路用的人，咱过阮细汉的时。妈妈拢甲我讲安怎，你知无？来，我讲我妈妈咧甲阮教，顶量你得好好读册啊！你若无读册吼，你得去饲牛好哦。你若去饲牛哦，你得无路用哦。妈妈就毋插伊啊！哦，好啊，做一个有路用的人，啊无就去饲牛。我这样会晓的，拢去饲牛就对啦。啊，若会晓的免饲牛就对啦。啊，即摆的囡仔。伊到有咧饲牛，牛对伊来看，伊也毋捌饲牛啊，伊啥？即摆囡仔安怎会教？恁安怎教囡仔？要做一个有路用的人，做一个有路用的人，爱读啥？读册、读电脑吗？结果电脑拢算游戏尔。啊，你会当看去，
伫咱买物件时，迄物件吼，拢有一个制作时间到一个伊的截止的时间有无？咱若去头一日开始看，哦，这罐好看咧，哇，搁剩2天，这罐哦，搁剩2个月，你买对一罐？你特别嘛要迄个放较久的，食较久的。你若买到2天无食就歹呀，过期啊！你叫做过期的食物，迄叫乌心的，搁摕出来卖。所以咱当发现，伫教会内底真不幸，嘛有基督徒的性命过期变质。坐伫遮有哪无咧？你的性命过期咧，你的性命无念伫耶稣咧。你是讲有一个基督徒，但是无基督徒的管咧？你是讲你是基督徒，毋过你奉献阿德人讲，礼拜来人招叫做教友，有教就有。咱教会无需要教友啊。咱教会需要基督徒，咱教会需要信徒。所以咱的教会若是过期，你就慢慢倒搭，无路用。嘿，伫外口人无爱啊！咱教会有迄个人无爱的基督徒。你讲人我即间无爱，阮走来别间做啥？我讲，即种的走来走去的，拢是无好的啦。你会晓走即间，伊迄间内底毋免2当伊嘛，搁走啦。哦，对吼，咱咧张罗咧伫顶头。你若定金无，你伫即个所在，你就袂当发挥，啊，你就无得到真正的帮助。你嘛是搁说，哦，所以台北市吼，一座公车内底换过来跟教会足多啦。一礼拜来遐，后礼拜来遐，换看到一个牧师口讲道，回伊有诶，兄弟姊妹较好，好了，礼拜煞搁有当食饭，食的搁甲你搁好，甲你问讲你好无好，我你偌欢喜咧，所以我一定爱来去遐，干嘛呢？你干那要讲客尔，无咧好人，安尼你毋是下教会。教会讲啥物？好人的比对人体较福气。所以你若是一个专门咧好人的，你就是福气的人。你若常常要甲人客，你永远拢是善良的，你拢是过期的啦，你的生命拢变质啦，你的生命拢无法度通互你来更新。所以咱会当看见，即种的人伫世上看较重，上帝就看较少。你甲代志看，互伊真重要，你属灵的代志都无重要。所以你爱看属灵的代志较重要，过你事务的代志，你才有法度通知影上帝爱你做啥物。所以你伫你生活中间，若毋知影上帝奥秘，你要活出上帝反正真困难。所以你会当发现到，今仔日咱每一个人伫生活中间，咱拢爱学习知影上帝恩典，咱拢爱知影伫上帝面前，咱毋是假好的人。什么叫假好的啊？伊倒是一介大声，拢就是面糊头。好，出去是毋是叫教导机甲讲我是基督徒，毋过伊拢专门咧骂人咧，讲到这我足受气。安怎足受气？你会知咱咧动物内底，也嘛有带基督徒嘛，毋是基督徒。啊，若基督徒好，我是叫有当时菜啊足大支。毋过吼，伊吼特别看到人迄热搜有爱去，伊拢共骂。伊都甲起来迄就好啊，伊甲骂，好，我特别人讲那个是基督徒，那基督徒我不要信耶稣啊，说真忝。所以咱会当发现着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是毋是敢若是假冒伪善？你有一个基督徒的名，无基督徒的心，安尼你伫你生活中间破坏上帝的名。咱万民教会，我相信较无即种人啦吼，咱爱。殊荣光商，逐个人拢是家祭司，逐个人拢咧做。所以嘛，咱20年了后，咱今仔日过就无共款啦。毋是这人咧礼拜啊，是正大不然背。人咧对4楼，换咧15楼啊，毋是啦，1楼啦。因为1楼口人要来，1楼口人要去。你来看，伫咱的生活中间，你毋知上帝恩典的人。免怎活出上帝的秘密，所以你一定爱知影，感觉你爱真正伫上帝面前，毋通做假冒伪善，你要疼心讲实在话。你爱伫上帝面前老老实实将你的疼来活出伫人中间，所以咱毋通干那看过去，哦，我若讲你当时带我安怎，我当时是安怎，搁安怎，哦，我外头安怎，啊，即摆居然无半步。
特别拢讲古早过去，咱常常拢会讲是安怎是安怎，因为无论过去是安怎好也毋好，拢无法度面对新时代的挑战，甲承担迄个勇气。所以咱伫上帝面前，咱应该爱认真打拼。安怎讲？因为世界咧变，咱若无法度变，咱永远就无法度改变甲更新。所以咱伫生活中间有足侪人，那么做轻巧，歹拢别人做，好呢，较叫家己做。迄个好的要家己用，歹个要干出来，人怎样去做朋友绝对无。所以足侪人宁愿做古早人，拢反古早，反古早安怎偌好拄偌好诶，即摆拢无爱变，即摆安尼就好。伫咱生活中间，咱感觉安尼就好。你敢知影？做牧师诶人拢常常爱探访。我若去教会，去人兄弟姊妹做探访时，我看因兜，我就知影因兜的信仰到什么程度，我就知影因兜的程度到什么程度。什么叫程度？迄个歹拄仔下哩了，已经下3年啊，无人去甲管。我问讲，这拄仔创啥？讲毋知咧创啥，也无啦。我讲无，恁明日来当做。我好，后晡过来，才又搁伫啊。3个月来嘛搁伫啊，袂改啊。住愈久，物件愈侪，对不对？但是迄个物件拢是过去的啊。你毋知影一个查某人伫厝内底，啥物件上济来考试者？衫上济，过来过啥个上济？鞋啊！哦，恁拢足够的。后来，恁的衫3年若拢无穿着，鞋啊若1年无穿着，恁唔通搁下咧，拢甲合甲。无别人看要穿无，若毋穿拢共真合甲。无，你敢知影？对遮摆到迄边遐，要合甲是。无啦，这哦，这一箱哦3000块买的，你唔用甲我带来甲，不然带来甲你来我收赢。有穿着捌穿过，衫嘛捌穿过，甲穿的老师几领，几领有咧穿，无咧穿的拢下当遐看水的，迄咧做啥？咧迪拜，我讲人常常啥咧？你的身躯内底污秽垃圾一堆，从来毋捌穿过。拢毋捌换身过，你的身躯会清气吗？袂清气。你的心灵会清气吗？袂清气。上帝声听袂到，因为污秽太侪。上帝声听袂到，因为你心灵乱糟糟，耶稣的声甲你讲，你一定要更新，你一定爱学我亲像来对我。你就讲我哪会对，我无咧对啦，你爱来改，免改，安尼就好。我就足困难啊，我就老啊。拢家己安尼家己，连耶稣来甲你的心来甲你弄问，你永远拢听无。你就无法度通甲耶稣见面。耶稣要甲你讲真正的话，你捌听到无？你拢听无。耶稣的声拢听无，你要安怎能做基督徒？毋是基督徒的人，搁遐庙内底遐拜拜的、抽抽的，伊搁知影讲，人的神甲我讲啥？哎呀，你敢知？即礼拜中间有一个人来找我。伊是住伫智慧财产局，因两个囝，一个查甫的，即马读北医的6年，一个查某的读北医路，今年考第2年。甲我讲，若毋是中国，就是即个中间。两个拢读医。伊来讲牧师，伊迄个无信来说，讲牧师，你会当来甲我见面一下。我讲安怎？伊讲阮囝来巴解。克拉克就是第2年来实习的时，讲含你熟悉。含你熟悉了后，伊和我讲，你是伊所看到一个真好牧师。我大声我无了解阮囝讲啥，阮囝有一遍就摕一本圣经，互我写我的英语名甲迄个。我讲，伊甲我讲问讲，我要信耶稣会使无？伊讲即摆还袂使。你敢知影伊来找我创啥物？伊甲我找我讲，我牧师，你嘛拜托甲我帮忙。阮迄个读医的囝吼，来嘛甲实习了袂歹，去万方了，全安尼戆死安尼拢毋知人。我到底安怎？伊讲开始去问观世音嘛问地藏王，嘛问迄啥物问的，拢总无效，了真侪钱。伊洗一年了后，伊较想讲爱来找牧师，伊就真正我约一时间找我。我知影讲，伊即个读医学院的即个囝。
哪会读到空空怣怣、精神病发作？伊找医生拢找无，找遐是拢找无，讲找了无需要。我了解，我甲伊讲了后，我伊才了解讲，安尼耶稣哪会当救伊？我嘛愿意和阮囝讲来信耶稣啦。最后一项伊讲，耶稣哪会医治因囝，伊愿意和因囝做来信耶稣。我迄一天喊伊祈祷了，伊甲我多谢甲，用要甲我跪，我讲毋免。因迄个说出人偌虔诚的，偌济钱拢会当摕出来。讲到这，我想到一项，有一遍我伫病房正言法师来看因的善男信女，住伫14楼，伊驶一张迄落火车是迄落足大型的车啊，内底改装，迄一辆椅啊，咱像皇帝咧坐，伊拢坐伫遐。啊，落来了后，有随从4个人，啊，下面做伙起来，有一个，有若足重要的，即个伊的即个善男信女，我看病，啊，等着我，我含正言法师含伊的随从咧行，我含伊行做伙，伊咧随从行后壁，病院内底人啊，看着正言法师来，拍个拢规个拢拍个拢摆咧，啊，迄个正言法师足客气的，讲啊，起来，不要这样，然后起来安尼。看到正言老师那看就行了。我讲我做魔术做遐久嘛，无人。人伊行到底，人咧困咧就摆咧。伊若讲我即马需要3000万，对一个毋敢摕出来，也嘛摕出来。啊，到底是安怎？伊个神汉真，连人都拜。啊，你的心敢假？你的心灵有法度去换到耶稣，你有法度请到耶稣啥无？家己若是。关心家己，袂晓关心别人。你干那活伫你家己的世界，你心灵孤单，亲像我，但是死的人。那安尼，你人生是无负担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绝对甲咱万民教兄弟姊妹讲，今仔日咱爱做一个会晓换心、会晓得到医治的基督徒。你是毋是伫你人生的中间有着耶稣？你有经历生命的改变啊无？那安尼，我要安讲，这叫做甲主三度。一个基督徒伫咱人生的中间，一定爱面对面甲耶稣见面三度。你与耶稣相遇，你要甲耶稣相遇。我是为点了，我你是耶稣，安尼。有这步了后，你才有法度通定心来得到拯救。有足侪人领洗咧，毋知耶稣是甚物款。做牧师的我牧会已经30几年，我洗礼毋知偌济人。特别我伫病院内底，你敢知影？我上无爱甲人洗礼是种啥物人？你敢知？互我讲一个我的心声好无？好，感谢主。我上无爱就是迄家属来，牧师拜托，我拢基督徒，阮老爸拢无信耶稣，毋过即摆伫交病人特别巧伊啊。呀，牧师拜托我恁爸爸甲阮领洗礼一个啦。我讲即摆知影人无？毋知人啊。查什么人生啊？我唔知啊，干来咧串咧，毋做医生甲我讲特别气啊！拜托牧师，你若甲阮爸爸洗礼一个吼，连日咱若过星期伊洗礼吼，伊才真天堂。连日我若真天堂，毋敢讲阮爸，无我挂无阮爸，我就法度。哎呀，系啊！你敢知影我做牧师我？这都也毋知人，我免甲伊问道理，免怎甲伊讲信耶稣是偌好。拢毋知影爱是要哪甲领洗礼，我会使甲讲 ，no， 袂使。伊这无法度人迄落，也毋知影信来啥，伊都毋知影，我连捌伊都毋知影，伊也毋像我迄落我不爱。你甲我不爱看卖啊？这兄弟姊妹绝对去外口甲你讲，起码甲病院牧师上无路用啊。我干那计甲阮爸生洗礼，伊都无爱啊。做啥牧师？我总互袂爱一片天，所以高举23种。咱做牧师的苦衷，我今仔日甲即个兄弟将即个兄弟洗礼，是为着遮我的人，遮我的人因爱有信心。我甲因领洗礼了，我会伫迄个中间甲伊讲，今仔日爸爸要死之前，信耶稣，恁爱学爸爸的关系，你爱愈掠着耶稣，安尼我才要来领洗礼，你知无？或者我的人，搁一边有机会通更新啊，通灵来得到换新啊。今日爸爸信耶稣，是因为伊福气毋是，是因为你对耶稣还佫知影，我是愿意要去天顶三去。
唔通互阮老爸做孤魂野鬼。所以恁老爸也是恁兜人啦，无人信啊说，拜托拜托，你也紧的甲伊讲，互伊啊活着时，就来带来教会，就互伊有机会，通甲耶稣相拄。甲耶稣相拄是圣经的话，毋是我讲的。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说的，哥林多后书5章17节，讲人若伫基督就新创造的，旧的代志要过去，一切拢变成新的。所以咱会当伫生活中间会当知影讲，一个人若是要固定耶稣，一定爱踮伫耶稣内面，踮伫基督内。所以甲上帝相拄是信耶稣第一步。有人信耶稣，毋知影耶稣是治罪，这边若信耶稣，你甲耶稣做伙相拄的时，你就知影讲，哎呀，原来耶稣是啥物款，耶稣的脾气啥物种型，耶稣的需要啥物种型，我若了解时，我就法度。所以今仔日你若无经历上帝。若无甲上帝相拄，你无法度望着上帝，就无法度通接触上帝，搁真搁活的上帝，搁真搁活的上帝，若含你做伙时，你才会当理解你的活命更新啊，你的生活要改变啊，你的人生完全无共款啊。感谢主，今仔我来时看到阮阿牧师的囝，遮尔缘投，搁会晓唱歌，搁会晓拍鼓，搁会晓设计，哇，偌欢喜的。人边仔搁带一个足水的小姐。我看到的小姐嘛足水的，加在伊无带一个拜拜，你若拜拜，我甲阿牧师讲嘛，迄个嘛，但是我今仔要甲阿牧师讲，迄个袂歹。是安怎？伫还未结婚之前，伊以前毋捌耶稣，今仔伊的囝要将伊的未来伴，甲伊带来教会，互伊甲耶稣相拄，对不对，妹妹？对不对？你遇到耶稣了吗？慢慢来。慢慢的还不能结婚，要遇到耶稣才能结婚。感谢主，对吧？阿牧师，你讲的我拢甲替你讲了。咱伫生活中间爱真正顾着耶稣，才有法度改变，将生命改变，才有法度通互你伫你生活中间赢过真多。所以基督徒的生命，就是爱日日换新，日日更新，常常拢是新的。伫天的人间无有旧的事啦。拢是新的事，所以咱日日是换新，甲主见面。所以，咱若要伫上帝面前来真正来有生命改变，来望着主、记着主、甲主做伙。第二，咱是毋是有甲主结出果子？我甲伊叫甲主同在。咱伫生活中间，我都逐工逐时拢甲主同在无？你咧困的时，耶稣有甲你记着无？你咧洗车时，耶稣有甲你记着无？你咧做礼拜时，耶稣有甲你记着无？我感觉有阵时，咱的祈祷有阵时错误。咱已经拢在遮咧做礼拜啊，咱甲上帝祈祷，讲上帝啊，求你的神伫阮的中间，含多毋着拢无，即马倒有。所以咱袂使安尼求，咱咧来是上帝灵一定感动咱，遮尔伫咱中间，上帝灵伫咱中间。今仔日上帝灵伫咱搁甲上帝讲，上帝啊，求你伫阮的中间，你含多毋着拢无。所以咱会当发现着。你若甲主同在，你就发现着你生命的芬芳，你会当发现着认真拍拼，结果就是结出真水的果子。这真水的果子是啥物？就是忍耐、喜乐、和平、吞忍、温慈、良善、正直，这拢是圣神的果子。所以一个人伫生活中间要活出这种的款式，是上帝看做好。所以诗篇92篇14节讲，你毋通讲你年老袂结果子哦，年老才上结果子，年老结出的果子。树啊无成以外，果子还足水。人讲吼，你敢知影？迄你无来买老粽的呢，毋通买新粽的。迄若新粽的袂甜呢所以咱会当发现着，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一定爱会晓甲上帝同在对。所以你也知影有圣神的规律伫人的中间，才有法度通做善事，才会当医好人，才会当甲魔鬼来互相相谈。因为人甲上帝甲做伙时，才有规律。人若离开上帝，你就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没有力量。所以咱一定爱甲主同在，甲主同在。第三项，咱爱甲主同行，咱爱甲主同工。甲主同工是咱万民的一个上重啊。咱讲大祭司，就是咱拢总甲主同工，为着要宣传上帝。的心意啊，咱来甲主同工，咱甲主同工。
所以有所书第4章12节讲，咱要精传信道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身躯。咱要伫上帝面前甲主同工，有甲主同工，才咱结出新的果子，来献身来服侍，为主所用。所以咱伫生活中间，你若是愈为主做工，甲主同工，你所得到福气愈来愈多，你会所得到的快乐就愈来愈好啊，愈用。所以咱若专心听主，忠心上主，有上帝灵踮伫咱中间。咱会享受上帝福气、上帝恩典，你就会当伫遐来欢欢喜喜做上帝的工，因为甲主同工，心内绝对袂空。你若伫上帝面前做愈侪工，啊，你讲福气愈侪，所以你毋通伫迄个中间提示，你毋通伫迄个中间讲啊，这别人做得好，毋免我。你若甲主同工，心才袂空。所以咱伫上帝面前，咱一定爱诚心感动。咱有发现着上帝的灵感动咱的心，互咱结出美好果子，咱就有法度荣耀主，为着主来做好事。所以咱发现着甲主同工，甲上帝相拄，甲上帝同行，这是咱是的。为着安尼，我绝对要甲你讲几样事。来，这我写伫遮吼，写伫遮来请阿牧师的囝吼来甲我读一遍吼，读国语来。好，上重要有足一人叫你爱读册，读册出来讲话拢是无造就人，读册出来是咧白摄别人，所以吼读外悬无拄拄外高啦，毋是读外悬表示你足高，你得爱会晓有知识，讲无知识啊，没有知识也要看电视啊，无看电视也要上夜市啊。咱伫咱生活中间，讲会晓做事较重要。但是你若袂晓做人，嘛无路用。所以你得爱会晓做人，你才有法度做事。所以咱会当发现伫咱人生中间，咱一定爱甲主上同工，咱才有法度做真好人。所以遮我要安尼讲，人你会当行偌做偌久，是靠看你甲什么人做伙行，看你甲什么人做伙行，有偌济成就是看啥甲你指点。有足侪教会拢咧找牧师，讲我伫遐找足好的牧师，阮教会才会进步。即句你敢要相信？有相信无？无相信啦！啊，你常常嘛找咧歹牧师，这事实啊。好牧师才会当来帮助这个教会。毋过较重要，毋是，讲到好牧师才有法度。好牧师嘛爱有人指点，新人指点你。耶稣若指点你指点，你就法度通这个成就。感谢主，耶稣常常甲你指点无，互你伫人生的中间会晓更新，会晓得到医治无？也是伫你生活中间，讲聪明的人看会歹，精明的人看会准，高明的人看会远。所以你若是看袂准、看袂捌、看袂远，你就无先做一个好、真好的人。所以咱要伫上帝面前好啊认真拍拼，互咱每一个人，毋是干那聪明尔，毋是干那精明尔，咱还佫高明，咱还佫伫上帝面前完整正直，伫上帝面前得到帮助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要甲恁讲，祝咱大家人拢得到医治，拢得到换心，互咱结果子伫上帝面前互上帝而乐，请我读来祈祷。